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7章19节到32节，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霸凌。耶稣基督被抓受难的整个的过程，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些握有宗教话语权的祭司啊、经学士啊、长老啊，以及所谓的守殿官啊，他们对耶稣的戏弄，像这样的行为在现代我们都把它归纳叫做霸凌。霸凌的意思就是说，在高位者啦，或是高权位者啦，对比较弱势的人的这种欺凌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受难其实是在这种政治霸凌、宗教霸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。我们昨天也提到了，当扫罗王的时期，以色列人他们面对非利士人的军队，除了他们实际上的身高呢、体力啊、军力的失衡之外，巨人歌利亚就以侮辱、轻蔑的态度、言语来霸凌以色列的军队。可是觉得非常可惜的，就是说，这个当中呢，他们选择安静，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。在政治的抗争当中，我们说有一句话这样说：沉默呢，就是与敌人为伍了哈。就连大卫他出生要对抗这个歌利亚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虽然不敢对歌利亚提出半句话，但却反而转头来霸凌大卫。撒母耳记上卷17章19节到32节这样记载：扫罗王，你哥哥们和所有的以色列军队都在以拉谷跟非利士人打仗。第二天，大卫很早起来，就把羊群交给别人看管，就照着耶西吩咐他的话，带着食物去了。他到达了军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正出阵呐喊应战，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军队面对面摆好阵势。大卫把食物留在供应官那里，跑到阵前找他的哥哥们，问他们的情况怎样。当他跟哥哥们讲话的时候，歌利亚上前来，跟以前一样向以色列人骂阵。大卫听到了，以色列人一见到歌利亚就惧怕逃跑。他们彼此说：看那个人，听他向以色列人骂阵。扫罗王悬赏要赐给杀死歌利亚的人一大笔钱，又要把女儿嫁给他。后面他附加应纳的税。大卫问他旁边的人说：若有人杀死了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，他会得到什么呢？到底那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，竟敢藐视永生上帝的军队？他们就告诉大卫，杀死歌利亚的人可以得到的奖赏。大卫的大哥以利亚看见大卫在那里跟人家讲话，就发怒对大卫说：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谁听你在野地看羊？我知道你在动什么歪脑筋，你只是想来看打仗的。大卫说：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难道我问一问也不行？大卫转向另一个人，也问同样的问题。每一次大卫问人都得到同样的回答。有人听见大卫的话，就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叫大卫来。大卫就对扫罗说：陛下，我们用不着怕那非利士人，
我去跟他打。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整个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就是整个的霸凌的过程。先是由宗教领袖的霸凌，再到分封的王，再到罗马的巡抚，乃至于那一些群众，比较低下阶层的兵丁等等。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，接着呢，就是门徒们开始接受到犹太教以及罗马兵丁的逼迫与霸凌。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到26节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：大祭司和他的党羽，就是当地的撒都该人，对使徒非常嫉妒，因此他们决定采取行动。他们下手逮捕使徒，把他们囚禁在拘留所里。但是当夜，主的天使打开监门，把使徒领了出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去站在圣殿里，向人民宣讲有关这生命的道理。使徒听从这话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就进了圣殿，开始教导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党羽召集议会所有的犹太长老，举行全体会议，然后就下令到监狱里把使徒提出来。但是警卫到达的时候，发现使徒们不在监狱里面，就回议会报告说：我们到了监狱，看见监门牢牢的锁住，狱警也都守在门外，但是我们门开了，打开了监门，发现里面连一个人都没有。圣殿的警卫官和祭司长听见这报告，就非常的惊疑，不知道使徒们遇到什么事。这时候有一个人进来报告说：你们拘禁的在监狱里面的人正在圣殿里面教导民众了。于是那警卫官就领着侍从去，把使徒带来，并没有使用暴力，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用石头打他们。在面对这些霸凌的过程情况，使徒们所依靠的其实就是上帝的保守。使徒行传记载了这个非常特别的境况。当使徒在面对宗教霸凌的时候，上帝反而差遣了使者来保守他们。诗篇150篇，要赞美上主，要在他的圣所颂赞他，要在他彰显能力的天空颂赞他，要颂赞他大能的作为，要颂赞他至高无上，要吹号角颂赞他，要弹琴奏瑟颂赞他，要打鼓跳舞颂赞他，要奏乐吹箫颂赞他，要用响亮的饶拔颂赞他，要用铿锵的饶拔来颂赞他。一切有生命的都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在面对环境的种种的恶势力霸凌，基督徒需要更懂得依靠上帝，勇敢的出声音对抗这些霸凌者，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必为我们征战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